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。很多人以为自信的人一定就是漂亮能干永远镇定，其实不然。真正的自信是我不怕被看到不完美的自己。你可以出错，可以忘词，可以说错话，但你并不会因为这些而否定自己。敢于献丑的人其实很放松。真正自信的人不会着急着去证明，因为别人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尴尬，而是能够面对尴尬的从容。一个人越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，越容易被别人的评价绑架，而敢于大方献丑的人反而才掌控了全场。自信它从来不是完美无瑕，而是不怕出丑，不怕被看见。你越接纳自己，别人就越接纳你。当你不再用完美来伪装安全感，而是学会带着不完美也能被看见，那么这一刻你就自由了。因为自信它从来都不是外在的气场，而是我们内心的安全感。自信它从来都不是完美，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。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是我不会错，而是就算错了也没关系。